人讲囝是公家的，为着要鼓励爸爸妈妈拢爱负起摇囝的责任。目前呢，政府的育婴留停津贴是爸母拢会当来申请，也若无结婚、同性结婚有摇囝事实嘛会当申请。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当年拢有9万多人向政府申请育婴留停津贴。目前男性的比例已经活28%，而且这几年拢有增加的趋势。现代人囝生少，每一个拢是老爸老母的心肝宝贝，加上性别平等的意识压头，顾囝已经毋敢若是女性的责任。根据劳动部统计，这几年老爸请育婴假申请津贴的比率有直直的增加的趋势。现在我们大概每一年大概有9万名的劳工朋友来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跟薪资的补助那其中男性的比例是呈现每年的成长的一个趋势那2023年是占了全体是25.74%那到25年1到6月成长到27.92%也若育婴留停津贴。对2021年7月份开始，补助的钱对投保薪水的6成提悬到8成。民间团体嘛观察，若是政府的补助会当继续提悬，就会当继续增加投保员去顾囝的意愿。关键的改革就是那个薪资替代率，就是说，薪资替代率越高的国家，男性请假的比例就冲得越高。那这个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那台湾其实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们2021年7月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育婴留职停薪投保薪资6成，然后提升到8成。只是投保薪资而已，但我的印象中，那1-2年，光男性的这个育婴假的比例就往上冲10%。针对民间团体的建议，劳动部表示，未来会透过政策来促进家庭内查甫查某的平等。另外，劳动部嘛提醒，只要囡仔无超过3岁，有伫咧厝内家己照顾的事实，无论讲敢有结婚，也是同性婚姻，拢会当申请。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